的手都酸了。皇上，是嫌臣妾重吗？你倒不重，是朕抱紧了，怕你痛；抱松了，怕你摔着，双手进退为难，所以才酸了。皇上惯会取笑人的。那天，淅淅沥沥的雨天，甄嬛如约等候着那个自称果郡王的人。她翘首以盼，却迟迟未见他的身影。雨丝轻舞，冷风中夹带着清新的泥土气息，她却无法感到一丝的欢喜。最后，甄嬛独自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，她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。在雨中，于答应偶然路过时，意外地遇到了甄嬛，她感到非常惊讶。皇帝刚刚探望过他深爱的母亲太皇太后，此刻急匆匆地赶往御花园的约会地点。然而，当他到达时，那里已是人去楼空，仿佛一切都在预示着某种未解的谜团。下这么大的雨，看来也是情理之中。皇上，什么人都没您的身子要紧，这里风大雨大，咱们快回去吧。皇帝风寒痊愈，几日来的病痛终于远离了他。康复后的皇帝心中惦念着甄嬛，不愿让华妃知道独自一人来到了御花园。而尾随皇帝行踪，伺机而动的于答应，恰巧在御花园遇到了甄嬛。因为无礼貌，侍女提醒于答应，反而挨了一巴掌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入宫无宠的常在，竟敢让本小主恭恭敬敬地向你行礼，你也配？小主，婉常在的位分的确在你之上。小主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他对甄嬛起了恶念，想要趁机欺凌对方，并且满口狂言教训甄嬛。这时，皇帝亲自出来为甄嬛说话。如果是朕指使的，要你向婉常在行礼参拜呢？皇上吉祥。先是解释那天没有来赴约的原因，再是贬斥于答应。于答应立马跟甄嬛道歉，甄嬛说知错能改，还是一好同志。皇帝于是说给甄嬛面子，这次就原谅你了，只是你鲁驾不改，实在是令人讨厌。还是命令苏培盛将于答应降为官女子，牵制出去，住到皇帝看不到的地方去。甄嬛一时之间惊得说不出话来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久久未能回过神来。眼前的人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果郡王，而是那坐拥天下的皇帝。皇帝心里很喜欢甄嬛，他以破例的方式决定在未与他共度春宵之前，就先行册封他为管贵人。这种荣誉和特别的待遇，充分展示了皇帝对甄嬛的独特关爱和宠溺。不行劳累，朕抱你回去。臣妾不敢。为什么不敢？别人会议论皇上的。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，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。于是皇帝抱着甄嬛一路走回宫里。回来见他身边伺候的人就只有那么几个。皇帝想给他的人员班子配多些人员伺候他，但是甄嬛不想要那么多人，因为她喜欢忠心耿耿的人，不喜欢那些见风使舵的人，委婉地谢绝了皇帝的好意。备受皇帝关注的甄嬛之事传遍六宫，皇后早已心生戒备，唯独华妃对此不以为然，对此事不屑一顾。眉庄和玲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祝福，更带来了欢声笑语。在这喜庆的日子里，每个人都心花怒放，彼此互相庆贺，一同享受这份喜悦和快乐。甄嬛对皇帝的感情日益加深，她决定接受这个挑战，并决定隐瞒自己装病的事情，与温实初商量对策。这次也要不留痕迹地恢复病情，但不能太快，最好是1个月，这样慢慢地恢复健康最佳。在这期间，甄嬛与皇帝谈论书籍，亲自烹茶给皇帝喝。聊煮茶过程中，两人的兴趣爱好相互契合，彼此欣赏，他们一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这种温馨而融洽的氛围使皇帝对甄嬛的钟情愈发深厚。你害羞起来真是叫朕爱不释手。